各位好，我係世紀21阿餅啊！今期嘅影片咧，主要同大家去整理一下，究竟而家我哋博愛七路同埋中山路呢個板塊，就係阿餅所在門店嘅呢個區域。而家目前嚟講，而家啲發展商同埋二手屋苑有啲咩性價比高嘅房源呢？阿餅咧就為你盤點一下。咁咧主要有4個屋苑嘅，紅水一品、德寶怡高、澳豐天譽以及遠洋新天地。好啦，咁我哋一個一個屋苑同大家盤點一下，而家目前發展商嘅貨同埋筍嘅二手房源，為大家嚟整理一下。如果最近關注呢個板塊嘅呢條信息嘅，可以為你節省非常之多嘅時間啊！好啦，咁而家我哋嚟到德寶怡高嘅小區入邊啦，可以見到啦，成個小區嘅環境係非常之靚嘅。嗱，網球場啊、別墅啊，成個容積率先1.67嘅咋，咁咧係別墅級嘅低密度啊！咁好多香港嘅朋友嚟到呢個小區，基本上咧就出唔到翻去，因為實太中意啦。咁 OK 啦，咁咧上一個咧5.1嘅時間咧，咁咧發展商咧攞咗啲中間突出嚟嗰啲戶型啊，117方嗰啲兩房咧就之前嗰波咧已經賣晒啦。咁咧今日啊，咁咧發展商又攞咗5間出嚟嘅喎，做特惠喎，而且仲係20樓左右嘅高樓層，直接望晒成個別墅區啊！嗱，事不宜遲，直接阿餅上去幫你去及呢個戶型先，12000啊，只有5套到啊，先到先得。電梯一出嚟咧，2梯3伙，隔離嗰2伙咧都係大積數啊，200方到嘅。咁咧呢個咧就係117嘅大兩房，無胚你可以見到啦，成個採光係非常之光猛嘅。嗰邊主人房，嗰邊係次臥2個洗手間嘅。咁咧成個廳係非常之大嘅，4米嘅開間。最緊要係咩咧？賣點係咩啊？景啊，各位！呢個視野係真係非常之靚，高20樓望五桂山同埋我哋底下嘅別墅。當年呢個積數同埋呢個景咧，要去到16000、18000到嘅。咁隔離大積數啊，9座10座啊，而家都喺度賣緊嘅，255到259方嘅，都要去到14000到16000之間嘅大平層。咁所以咧，而家你喺德寶怡高，你想望一個咁靚嘅景，就只有呢個積數嘅單價係最平㗎啦。12000左右，117方，咁大家計落嚟條數140萬左右。咁當然啦，之前嗰批特價咧係矮樓層嚟嘅，咁啊大概120零萬就可以搞掂啦。咁咧就升咗10零萬嘅。咁10零萬嘅話，你覺得睇呢個景，你覺得值唔值得咧？咁就見仁見智啦。一定要親眼感受一下，你先知道值唔值啊！咁當然你都可以選擇二手啦。咁而家二手有啲咩屋苑係比較筍少少啦？咁前面嘅7座呢個位置啦，咁有間2樓嘅，個業主好平啫，單價9000幾蚊嘅啫。咁啊，但係2樓。咁咧其他啲4樓5樓啊，108方嗰種3房2廁咧，咁咧大概嘅總價咧去到130萬左右。咁咧對比啱先嘅117方咧，咁咧二手屋苑咧就肯定會平啲，仲係3房2廁，但係個景咧就肯定冇望到咁靚噶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你係實用派，咁啊了解二手房；咁如果你係叫做視覺派喎，咁啊肯定要揀呢個117方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德寶怡高嘅今期嘅一個屋苑嘅一個情況咧，就係新加推嘅呢個117方嘅好視野。目前在售緊嘅呢個8座9座嘅255同埋259嘅一個超大平層咧，多選擇啲嘅，同埋我哋嘅二手屋苑啊。OK， 我哋而家下一個去紅隧一品。好啦，咁啊嚟到紅隧一品咧，咁目前嘅尾貨咧喺度清盤緊㗎，都依然係3座4座110方嘅飛機戶型3房，以及118嘅橫廳3房啊。148萬一口價，送車位，送全屋家私22件套。咁咧阿餅呢邊咧就可以幫你再打翻少少折，140萬鬆啲都可以搞得掂啦。咁咧呢個係目前嘅尾貨。咁呢啲尾貨賣晒之後咧，咁發展商咧預計就會推最角落頭嘅11座2期啦，就準備要推2期啦。咁2期咧大家見到啦，已經全部起好晒現樓嚟㗎啦。咁咧大裝修發售，
裝修嘅標準咧仲會升級。咁咧阿餅都睇咗戶型圖㗎啦，133方我哋做5間房啊，犀唔犀利啊？咁如果想要資料咧，可以私信阿餅，阿餅發送一份俾你，提前啊去感受一下呢種接近4代宅嘅實用率嘅紅隧2期嘅戶型生成點啊！咁睇翻個數據咧，紅隧一品咧喺5月份咧都賣咗接近30幾套啊！咁咧呢個銷量係非常之好啊！咁咧好多香港嘅朋友過到嚟呢個屋苑睇咧，首先佢一個設計啦、屋苑嘅規模啦，以及呢個會所啦，係非常之吸引佢哋嘅。咁咧，而且呢個位置咧出去啊、飲茶啊，同埋我哋嘅商圈啊，同埋我哋嘅業主嘅直通巴士去到各大商圈啊，都係非常之齊全嘅。所以咧佢嚟到呢個屋苑咧，感受同埋呢個其他屋苑對比咧，佢係真真正正對於香港嘅業主咧，佢係有特別嘅關照嘅。好啦，咁如果你睇嗰啲一手，你覺得唔 OK 喎，咁啊二手屋苑咧都有2間性價比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咧110方係2座嘅，咁咧高樓層嚟㗎，咁咧個總價咧係去到9000幾啊，單價1萬蚊單價左右就係110萬都唔使。咁咧呢個屋苑咧係非常之順㗎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佢嘅樓王163方嘅4房3廁啦。咁咧喺我哋嘅視頻見到啦，佢呢邊咧業主咧係曾經有住過嘅，但係而家嘅價位非常之平啊，180萬唔到就可以攞低佢啦。所以3房又有，4房又有，任君選擇啊！咁二手屋苑咧就肯定會抵一啲啦。但係呢種二手屋苑嘅話咧，係叫做可遇不可求啊！咁所以嘅話咧，如果你哋睇啱或者之前未睇過，咁就一定要快啦。所以咧，咁如果你哋過嚟紅隧一品咧，3種選擇啦，一係就等2期啦，一係就買而家啲一手屋苑啦，一係就執筍盤二手屋苑啦。好啦，咁咧有諗法嘅話，要即時 WhatsApp 或者 WeChat 餅咯喎，二手屋苑唔等人㗎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嚟到遠洋新天地呢個屋苑啦，咁可以見到啦，佢成個屋苑係好大，咁啊1、2期開發155畝一個總佔地。咁呢邊嘅話咧，去到14座係1期啊，咁咧有毛坯嘅，當時清水房。咁咧2期後邊咧，全部都係大裝修嘅咯喎。咁咧目前咧實樓部嘅去到最拉尾嘅一個清盤階段咯喎。咁咧23、24座、24座基本上賣晒，23座咧就剩翻少量嘅114同埋前面嘅90方嘅3房1廁。咁咧25座咧係上個星期新加推嘅。咁咧就係2梯3伙嘅，呢個4葉草戶型127，呢邊嘅話咧就127嘅南北通透4房，呢邊就142嘅橫廳4房3廁，主要就係呢幾隻積數啦。咁可以見到啦，而家嘅話咧24座清園咧，上個星期開嘅呢個25座咧，發展商咧係升咗800蚊到1000蚊一方啊，所以而家嘅話咧，均價係12500左右。4葉草呢個戶型咧突出嚟嗰個戶型咧係整體貴1000蚊嘅，所以咧首先恭喜我之前24座買咗個業主啊！你哋嘅屋苑25座升價，而且位置仲加冇咁靚個視野，仲加冇咁靚仔。點解嗱？我同大家講下啦。首先我哋呢邊北向咧望出去咧，呢邊有一半咧係園景嚟山景，呢邊有一半咧係廠景啊！即係你25座，你買呢個02嘅142方嗰個北向嘅陽台望出嚟，你更挨近呢個廠區啊！嗰個感官上咧係冇24座呢個邊位更加靚㗎，所以咧叫做話走買又走享受，仲有優惠添。OK， 咁呢個就係目前一手屋苑嘅情況啦。咁咧裝修啊、交標啊、物業啊，呢個小區都係非常之 OK 㗎啦。咁而家嘅話咧。二手屋苑嚟講，邊一間性價比高啲啊？嗱，咁咧而家喺呢個我哋嘅21座嘅呢個樓下呢個別位咧，有一個137方嘅4房3廁，格局咧同呢個142嗰個價格一樣嘅。呢個位置咧係150萬左右，咁咧對比而家細樓部大概平15到20萬左右。咁所以如果你近期想過嚟呢個新天地度睇睇，呢個1、2手可以進行一個對比。咁當然啦，呢個業主喺度住緊嘅，要約業主嘅時間。咁所以呢個成個新天地嘅一個情況就係咁啦。你可以見到呢個屋苑嘅話咧，佢成個啲
商鋪啊都已經開滿晒嘅，咁咧可以進行一個簡單嘅一個叫做生活嘅消費，滴滴10分鐘可以去到 COCO 同埋富逸城商圈。咁咧包括佢呢啲交樓標準，都係成個博愛路片區嘅交樓嘅呢種咧係最高素質㗎啦。咁所以嘅話咧成個新天地，咁佢近期5月份都賣咗將近40套，所以嘅話咧開咗呢個新嘅樣板房。本地嘅朋友又好，香港嘅朋友嚟講睇到都非常中意，所以有諗法嘅，亦都即時私信阿餅睇下有咩啲優惠嘅政策可以俾到你啦。好啦，咁啊嚟到澳豐天宇咯喎，咁澳豐天宇咧近期咧就隔離嗰邊荒蕪嘅草地咧就有個第4代住宅地喎，而且係近年來嘅起拍總價最高嘅嗰塊地啊，所以咧。呢個位置到時第4代住宅起起身咧，會拉升成個片區嘅整體價位啊！你知啦，石岐東區嘅第4代住宅單價已經去到19000、2萬，咁佢隔離呢個位置呢度屬於火炬，開個15000、16000係唔過分嘅。咁所以咧，澳豐作為佢最近嘅屋苑嘅話咧，咁咧發展商而家諗，哇！我等佢起好身，我再高價賣係完全有可能嘅。但係而家澳豐佢目前嘅貨源就係我哋嘅11座，已經係成個片區一個入門檻總價最低嘅屋苑啦。88方總價先80零萬就可以搞掂啦，3房1廁11座嗰個位置㗎。咁其餘嘅咧6座。咁咧就係賣緊啲尾貨，只有高樓層啊！咁咧計到落嚟嘅總價咧，上算嚟講咧係12000幾，係唔平嘅。咁咧跟住咧新加推嘅172方嘅大積數咧，4房2廁嘅話咧，咁咧成個總價去到200幾到240之間，就越高越貴。望出去成個屋苑咧係非常之靚嘅。咁咧近期嚟講咧，咁咧發展商都冇咩動作嘅啊！咁咧之前我都有拍過視頻啦。稱呢個屋苑咧係成個博愛路上最淡定、消化速度最慢嘅屋苑嚟㗎啦。咁咧，如果你近期有睇啱呢個屋苑，你想等佢降價，的確真係比較難，但係都唔緊要，可以過嚟同阿餅講講，幫你去斬斬價，斬下呢個開發商，因為呢個發展商嘅營銷總就係阿餅以前嘅舊同事嚟㗎。咁所以呢4個屋苑睇晒落嚟嘅話，你自己感覺邊個屋苑係啱你嘅呢？咁如果你近期都睇過呢啲屋苑，價錢上差少少冇問題，同阿餅講，阿餅去幫你去斬到一個你滿意嘅價位。OK， 有諗法嘅即時 WhatsApp 或者 WeChat 阿餅。下一期嘅節目，今期嘅一個實時嘅一個4個屋苑嘅詳細資訊呢，就分享到呢度。有更多嘅問題嘅，可以再私下聯繫阿餅。下一期見。